團費5799起，香港直航直飛烏魯木齊8日團。新疆嘅北疆究竟有幾靚？賽里木湖藍到發光，伊犁嘅薰衣草莊園，夏日嘅浪漫。團費5799起，廣東旅遊推出香港直航直飛烏魯木齊8日團，下晝機唔使趕早機咁辛苦。65歲以上長者仲有100蚊優惠勁減添，直航唔使中轉，慳足時間。講起新疆，個個都話：哇，坐車好長啊，坐得好攰啊！我哋特意升級咗1+2陸地頭等艙，座位闊落舒適，仲有充電裝置，長途車程都唔使驚。賽里木湖嘅湛藍湖水搭配雪山草原，一定係大家最值得打卡嘅美景。行程中仲包括咗天山天池等嘅精華景點，玩得精彩又唔會咁講，全程絕冇自費加油。食住方面我哋都落足心機㗎，全程準死標準酒店，保證你有充足睡眠。手揸羊肉、烤羊肉串、大盤雞、烤包子等地道西域美食，從味蕾上邊感受新疆異域風采。5、6月出發，上有預值，咁筍嘅線路，仲等咩啊？快啲拎起電話撥打21173333，或者到廣東旅遊香港各大門市報名啦！